香港有約34000名15歲以下嘅小朋友住喺劏房，佢哋好多都冇書枱，甚至要喺床上邊做功課。研究顯示，缺乏足夠嘅空間俾小朋友學習同玩，會影響佢哋吸收知識同埋身心發展。以心同行呢個計劃咧，咁就係由樂施會資助一啲雜物咧，就去擺喺迷你倉裏面，就騰出翻屋企一啲嘅空間，俾小朋友去學習同埋去玩嘅。我哋會透過一個故事嘅形式咧，係希望喺學習英文上面，首先可以揾到個樂趣，去提升佢哋去學習英文嘅自信。樂施會一直與貧窮人同行，請支持基層兒童改善家居同學習環境，請幫助弱勢兒童學好英語，以知識改變命運。